大家知唔知依家珠海金灣嘅樓究竟有幾平？今日帶大家嚟到珠海嘅金灣區，珠海嘅核心位置，海景房精裝修，首期只需要1萬蚊。冇錯，你冇聽錯，佢離我哋航空新城只需要幾分鐘嘅時間，1蚊雞嘅公交車就可以翻到去關口嗰邊，交通非常之方便。如果短期內你唔住嘅情況之下，可以出租，因為周邊有3大學校環繞住佢，租俾學生租金回報率咧去到3厘起步。企喺陽台呢度咧，就可以睇到樓下呢個濱河濕地公園，環境咧係超級正嘅。我哋見到咧呢個就係城市職業大學，隔離咧就有一個省科幹學院，咁入面咧仲有幾間大學嘅。咁依家見到呢一棟高樓咧，就係金灣嘅航空新城華發商多嘅位置啦。喺我哋呢度行路過去咧，都係10零分鐘時間，視野面咧好開闊。跟住望呢個方向咧，就可以睇到大海啦有我哋嘅紅河大橋可以翻到港珠澳大橋噶啦，同埋我哋嘅金海大橋橫琴山啦，同埋我哋呢個橫琴嘅金融大廈都可以睇到，視野咧好開闊樓下咧就有車可以直接翻到關口啦，坐車咧1蚊雞就得啦。呢個單位咧就1100尺咁上下感受下我哋嘅陽台嘅視野面景觀非常之開闊，非常之靚。我哋近處呢度咧就係金灣區嘅航空新城有嗰個城市嘅景觀啦，同埋樓下濱河濕地公園嘅景觀，去到金灣華發商都行路幾分鐘就到啦。咁我哋如果想翻香港嘅話咧，喺樓下步行300米左右就有車可以直接翻到去香港太子嗰邊。成個戶型格局嚟講咧，通風透氣，呢啲戶型住起身係最舒適噶啦南北通又係單邊位。咁我哋呢個戶型咧係帶有一個入戶花園嘅2梯4房，呢個係單邊位。入到嚟之後，我哋可以睇呢邊嘅山，跟住樓下呢度嘅話咧就係吃喝玩樂非常之完善嘅地方嚟到呢個地方你唔需要擔心揾唔到地方食嘢㗎，好方便。呢個咧就係我哋生活廚房比較大啦台面比較闊，跟住預留咗冰箱嘅位置，洗菜嘅話咧亦都可以睇山景，好舒心。成個客廳嚟講咧，亦都係好闊落嘅。最關鍵係依家呢個單位俾咗1萬蚊嘅首期之後，你就唔需要再交契稅啦、維修基金啦、律師費呢啲。每間房嘅空間舒適感都非常之唔錯。3間房嘅設計，一間睇海，一間睇山。跟住我哋主人房係睇山又睇海。套房嘅設計大精裝修，而且係現樓，樓下見到嘅景觀真係好正。翻到去關口嘅話咧，20零分鐘翻到香港唔需要1個鐘唔需要1個鐘。咁低嘅首期，4000零蚊嘅月供就可以攞低呢套1100尺嘅精裝修現樓單位。如果有興趣嘅話咧，記得幫我視頻點個 like， 跟住微信我啦。下期視頻再見，拜拜。